朕下了早朝便来看你，你可还好？妾身并无大碍，现在陛下来了，妾身就感觉好很多了。你放心养好身子便可，其他的事情你不必想太多。映月，还有个不情之请。你说便是。这几日我事不长便会难受，看见陛下就会好些。还希望陛下能多抽些空闲，到幽兰殿里来看我。你既然提了，朕又怎会不来看你呢？妾身说的可不是一朝一夕，而是日日如此。这是朕的责任。朕若是拒绝你的要求，倒显得朕是个薄情寡义之人。自映月7岁那年，第一次见到陛下，就知道陛下是个有情有义之人。现在虽然陛下繁荣之事尘世，但是映月知道，毕竟陛下与映月有着这么多年的情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。陛下肯来陪着我，妾身就放心了。朕还有很多政务要处理，明日再来看你。挂哪儿呢？娘娘，都说财不外泄，咱们还是把这个金子藏起来吧。宝贝儿，这你又不懂了吧？这叫卧薪尝胆，这东西啊，会时刻提醒我的人生目标，做我的指路明灯。娘娘，娘娘，干什么呢？这个灯歪了。朕在你这儿坐会儿便走。怎么着？昨晚没睡好，跑我这儿补回笼觉来了？你说话能不能不要如此夹枪带棒的？对不起啊，皇上。如果你喜欢听那种撒娇妩媚的话呢，麻烦您出门左转幽兰殿去。这个呀，我真不会。朕本来是想向你道歉的，昨晚确实是有要紧的事情，突然离开，是迫不得已。你既然如此，朕这就走了。娘娘，你怎么能这样跟皇上说话呀？他先不然，我还要讲义，我就是天下第一大小白。太医已经处理过伤口了，妾身现在已经好多了。你为何要做这样伤害自己的事情？妾身觉得对不起陛下。此话怎讲？臣妾怀了陛下的孩子，太医说已经有3个多月的身孕了。是映月对不起陛下，妾身知道，现在这个时候来这么个孩子，就是给陛下添麻烦，所以妾身才想，不如和这个孩子一起死了算了。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映月明白，陛下留映月在这宫中调养，已是极大的恩赐。可如今这个孩子，是所有人都容不下的呀。你放心，朕定会尽力保全这个孩子。陛下保了他又能如何？他活在这世上，只是一个无名无分、
连和自己的爹都无法相认的可怜孩子。你放心，既是朕的骨肉，朕定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。若是这孩子真的有了名分，姐姐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会不会心里过不去呢？是妾身对不起姐姐，可是这孩子毕竟是妾身的亲生骨肉，妾身也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孩子啊。皇后那里，朕会亲自去说的。听见陛下这么说，妾身才能勉强安下心。你好生休养，朕还有要事，先走了。不知陛下明日能否来看妾身和孩子？不必通报，朕这就走了。您不进去了？